1954年世界盃喺瑞士舉行，係第5屆國際足協世界盃。當時世界已經進入冷戰年代，歐洲被鐵幕分隔，政治氣氛緊張。不過，瑞士作為中立國，成為主辦地，反而有一種特別意義。佢既唔屬於東方陣營，亦唔屬於西方軍事對抗核心，所以能夠吸引唔同政治背景嘅國家參賽。呢屆世界盃亦係第一次有電視轉播，令足球開始進入新媒體時代。雖然當時電視普及程度仍然有限，但世界盃已經唔再只係球場內嘅觀眾先可以感受，足球逐步走入家庭同更廣泛嘅公眾視野。今屆賽事共有16個國家參加，總共踢咗26場，入場觀眾約768607人，平均每場入球達5.4球，係世界盃史上入球率最高嘅一屆之一。匈牙利前鋒山道士高斯射入11球，成為神射手。西德最終奪冠，而官方比賽用球係 Swiss World Champion。瑞士亦都為今屆世界盃興建或者整理多個球場，包括巴塞爾、伯爾尼、洛桑、日內瓦、蘇黎世、盧加諾等地。當中3個球場係特別為賽事建造，顯示瑞士雖然國土細小，但係組織能力相當成熟。今屆賽制呢相當複雜，分組賽每組4隊，但係每隊呢只係踢2場。種子隊同種子隊唔會交手，非種子隊同非種子隊亦唔會交手。由於同分情況多，部分組別需要附加賽決定晉級。土耳其喺外圍賽同西班牙鬥到難分難解，最後甚至要靠抽籤取得參賽資格，亦反映當年賽制仍然帶有唔少不完善同偶然性。南韓首次參加世界盃，但係準備過程非常艱難。由於韓戰剛結束冇幾耐，球員長途跋涉先到瑞士，體能同埋狀態都大受影響。佢哋第一場面對強大嘅匈牙利，以0-9大敗，之後再以0-7輸俾土耳其。雖然戰績慘淡，但南韓嘅參賽本身已經具有歷史意義，代表亞洲足球開始正式踏上世界盃舞台。英格蘭今屆再次令人失望，佢哋面對比利時時一度領先，但防守失誤同埋賽制問題令到比賽變得混亂。最後踢成4-4，因當時分組規則特殊，即使加時亦都唔一定要分勝負，令英格蘭錯失穩定晉級優勢。英格蘭陣中有史丹尼、馬菲士等名將，但整體表現仍然未能夠證明自己係世界足球中心。匈牙利係今屆最大熱門，被稱為神奇馬扎爾。佢哋喺之前幾年幾乎所向無敵，曾經喺溫布萊大勝英格蘭，被視為世界最強球隊。分組賽入邊，匈牙利以9-0大勝南韓，再以8-3擊敗西德。高斯連場入球，普斯卡斯、希迪古迪、寶石等人組成強大攻擊線，戰術流動、傳球快速，令歐洲同南美球隊都感到震驚。不過，普斯卡斯喺對西德時受傷，呢個傷患後嚟成為決賽重要伏線。8強階段出現多場經典戰，奧地利對瑞士以7-5取勝，成為世界盃史上入球最多嘅比賽之一。瑞士一度領先，但奧地利突然爆發，短時間內連番入球反勝。比賽喺炎熱天氣下進行，球員體力消耗極大，瑞士後防亦因傷病同疲勞崩潰。呢場阿爾卑斯雪崩成為今屆最瘋狂嘅入球大戰。另一場8強更加火爆，就係匈牙利對巴西，被稱為伯爾尼之戰。巴西喺1950年馬拉簡拿慘案之後換上黃色球衣，希望擺脫白衫帶嚟嘅陰影。佢哋面對匈牙利嘅時候踢得非常激烈，雙方不斷犯規，場面充滿火藥味。匈牙利最終以4-2擊敗巴西，但係比賽結束後仍然有衝突，球員、職員甚至記者都捲入混亂。呢場比賽唔只係技術對抗，更加似係兩種足球文化嘅猛烈碰撞。西德喺8強對南斯拉夫，憑務實、防守同把握機會晉級。當時外界仍然未完全重視西德，因為佢哋分組賽曾經大敗俾匈牙利，被視為同頂級強隊有距離。不過，主帥斯普舒貝加開始展示出佢嘅部署能力。西德唔追求華麗，但係組織嚴密、紀律強，亦都識得保存體力同針對對手弱點。準決賽方面，匈牙利對烏拉圭係一場高水平大戰。烏拉圭作為1930年同1950年嘅冠軍，從未喺世界盃決賽周輸過波。匈牙利雖然缺少完全健康嘅普斯卡斯，但仍然憑強大攻勢領先。烏拉圭展現驚人韌力追平，
將比賽拖入加時。最後高斯頭槌連入2球，匈牙利以4-2擊敗烏拉圭，終結咗烏拉圭世界盃不敗神話。呢場比賽呢，被視為今屆最精彩嘅足球盛宴之一。另一場準決賽，西德面對奧地利，外界一度認為奧地利技術更犀利，但西德以強大身體對抗、組織同效率完全壓制對手，最後大勝6-1。呢場勝利呢，係令西德真正被視為新興強權。球隊隊長費列斯華達 Fritz Walter 成為核心人物，佢嘅領導能力同埋冷靜表現對球隊極為重要。決賽喺伯爾尼舉行，由匈牙利對西德。匈牙利係絕對熱門，之前分組賽曾經以8-3大勝西德，外界普遍認為冠軍幾乎已經屬於匈牙利。比賽開始之後呢，亦都似乎印證呢點嘅。匈牙利好快由普斯卡斯同斯博爾入球，8分鐘內領先2-0，但係西德冇崩潰，摩洛克先追翻1球，之後希姆拉恩射入追平。半場前雙方翻到2-2。下半場場地因雨變得濕滑，對匈牙利勢利短傳有所影響，卻更適合西德硬朗直接嘅踢法。匈牙利持續進攻，但係西德守門員托尼、圖列克多次救險。比賽末段，拉恩喺禁區外冷靜起腳射入，西德反超3-2。匈牙利之後雖然仍有機會，普斯卡斯亦曾經入球，但係被判越位。最終西德以3-2擊敗匈牙利，完成震驚世界嘅逆轉。呢場比賽被稱為伯爾尼奇蹟。西德嘅做鞋廠幫球隊做咗可以換底釘嘅波鞋，令佢哋喺雨天之下可以發揮得比其他球隊好。而今日舉辦決賽嘅球場，今日係瑞士球隊青年人嘅主場。當你去到呢個主場，依然見到當日比分牌上面嘅歷史照片，可想而知呢一場波嘅重要性係有幾強。匈牙利喺分組賽8-3大勝西德嗰一場波，賽後西德教練遭傳媒圍攻，問及何以用大量後備上陣去面對匈牙利。教練回應係：既然必定輸嘅波，何必要用全部正選？不如留力。而且我哋亦都攻入咗3球。伯爾尼奇蹟對西德意義極大。二戰之後，西德仍然處於重建階段，國民心理低落，國家形象受創。今次世界盃冠軍唔單止係體育勝利，亦都成為戰後西德重新建立自信嘅象徵。費列斯華達帶領球隊擊敗被視為無敵嘅匈牙利，令西德足球從此踏上世界強隊之路。對匈牙利而言呢場失敗充滿悲劇色彩。佢哋可能係當時世界上最強、最具創造力嘅球隊，但係偏偏喺最重要一場比賽輸掉。高斯以11球成為神射手，普斯卡斯、希迪古迪、保石等人依然被視為傳奇。可惜神奇馬扎爾最終未能捧杯。之後匈牙利足球受到政治變局影響，呢支黃金一代亦都逐漸分散。1954年瑞士世界盃係一屆極具轉折意義嘅賽事。佢有史上最高入球率之一，有亞洲新面孔南韓，有英格蘭繼續失落，有巴西同匈牙利嘅火爆大戰，有烏拉圭不敗神話終結，亦都有西德由戰後陰影中崛起。最重要係呢屆世界盃證明，足球唔一定由最華麗、最強勢嘅球隊勝出，紀律、準備、心理質素同戰術選擇同樣可以改寫歷史。伯爾尼一場雨戰，將一支被認為無敵嘅匈牙利拉落神壇，亦將西德送上世界足球新時代嘅起點。